日好想介紹俾大家有腎之果之稱，係補腎強壯養生嘅佳品。呢樣嘢就係栗子啦。日常食用栗子可以有一個補腎壯腰、強健筋骨、益氣後腸嘅功效，特別適用喺腎虛體質、小兒、老人家又或者冇病強身嘅人士食用。而我自己通常都會貪方便，會揀一啲即食有殼嘅栗子作為日常小食。當然啦，亦都可以放湯又或者煮餸。但留意返，因為栗子本身係有一個健脾止瀉嘅功效，特別適用喺一啲脾虛、容易肚屙嘅人士，所以變相嚟講，有便秘嘅人就盡量都唔好食用啦。另外，栗子咧亦都係會容易產生氣滯，所以凡係胃脹、容易濕熱重嘅人都要注意。鍾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